各位觀眾、各位朋友，大家好。今日我哋嚟深入探討下手機創作界嘅一件神器，呢個專為手機內容創作者而設嘅三軸穩定器，集多種功能於一身，簡直係初代嘅大躍進，絕對係創作人嘅得力助手。超強 AI 追蹤，瞄準目標冇甩拖。Flow Pro 搭載咗 DeepTrack 4.0 AI 追蹤技術，佢追蹤移動主體嘅精準度同穩定性簡直係超乎想象。就算個目標暫時走出咗畫面，佢都可以好快咁重新識別並且追得實一實。另外，佢支援多目標追蹤，拍團體或者複雜場景嗰陣就非常方便，保證每個重要人物都喺晒畫面入面。主動變焦追蹤更係一絕，佢會根據目標嘅移動同距離自動調整焦距，幫你拍出電影咁嘅畫面。而且，佢內置嘅 AI 追蹤器，喺大部分第三方應用程式都可以獨立運作嘅，無論你用原生相機 App 定係直播通訊 App， 都可以享受到佢強大嘅追蹤功能，真係好方便。呢部機採用3合1設計，將穩定器自拍杆同三腳架完美咁結合埋一齊，帶出街超方便，要用嗰陣亦都好快就可以開波。佢個 AI Tracker 模組入面仲內置咗可調節亮度同色溫嘅補光燈，就算環境光線麻麻地，拍出嚟嘅嘢都一樣清晰自然。Pro 版獨有嘅自拍鏡，就方便你用手機後置鏡頭嚟影高質素自拍嗰陣，可以精確咁構圖。仲有，佢有成10個鐘嘅超長續航力，可以幫你部手機反向充電，保證你拍片拍足全日都唔會斷電。講到穩定性，佢嘅3軸防震功能真係超強勁，有效消除晒啲晃動，就算你喺度喐緊咁拍，出嚟嘅片都係專業級咁流暢。個雲台仲可以360度無限平移追蹤，提供超大嘅拍攝自由度。而 Free Tilt Mode 係 Pro 版獨有嘅功能，可以令到偏斜軸嘅喐動範圍更大，模擬到攝影機搖臂嘅效果，幫你拍出更多創意鏡頭。如果你係 iPhone 用戶，你今次有福啦，因為佢支援 Apple Dot Kit， 喺超過200個第三方 iOS 應用程式入面，都可以實現原生嘅追蹤同控制，真係無縫接駁。NFC 一鍵配對，連接簡直超簡單，個 Smart Wheel 智慧控制盤，一隻手就可以輕鬆切換模式，控制變焦同埋調整雲台方向。仲有 Pro 構圖格線輔助你構圖，令你嘅畫面更完美。最正嘅係佢仲有遙控、手勢控制同埋提示器模式，無論你係單人創作定係做直播，都一樣咁方便。佢嘅設計都經過優化，有個更符合人體工學嘅長手柄，防滑之餘握得仲好舒服，重心亦都平衡得好好。內置嘅三腳架都經過強化，用晒全金屬設計，穩定性高咗好多。最重要係佢可以一步展開就即刻拍得，幫你捕捉每個稍縱即逝嘅精彩瞬間。對比翻初代 INSTA 360 Flow 2 Pro 喺 AI 追蹤、喐動範圍、功能配備同埋 iOS 支援等多方面，都有非常顯著嘅升級，絕對係青出於藍。總括嚟講 ，Insta360 Flow 2 Pro 功能強大，設計精良，使用方便。無論你係用佢嚟日常記錄拍旅行 vlog， 定係做專業直播，佢都可以幫你拍出電影感十足嘅大片。如果你係手機內容創作者，呢部機絕對值得你入手。